代志唔好，代志唔好啊啦！阮囝吼，阮囝去互鬼掠去啊！等你话甲伊是啥物符啊啦？我安尼照三顿互你，嘛是无效，嘛是互鬼拖去啊！叫国鬼就拖去。嘿啊！哎呦，吼，迄两个吼，生做偌歹看的呢，安尼生无带角哦，吼落来佫歹清清，佫号做啥物？啥物？阮新妇叫因来掠阮囝去的，迄一人甲压一边吼，我安尼拔一个头，拔一个耳尔，骹手偌好个，噗一个就位拖顶去，天顶去哩啦！啊，我真都足袂赴，叫嘛叫袂落来，看要安怎？哦，那安尼恁新妇的功夫袂歹哦。等一下看要安怎啦？阮囝叫拖去啊！啊，万一咯，阮囝若一日三顿两底，若毋转来，啊，搁选落去万一，伊即摆选落来搁来找我，啊，我冤死的，我冤死的。我说，你放心，等下呢，我符啊加画几张，你摕转。啊，别，吼，你摕遐个符啊，迄免咱摕一支遐支。我照三顿烧互阮囝，阮囝逐工管甲碰倒，照常叫鬼拖去。你即摆莫搁话啊，莫搁话啊。也毋过我即摆互你这符啊，毋是要叫你啉的哦，是要叫你顾大的。咱今仔日上欢喜，有这两个仙女陪伴咱，咱转尽量甲啉，甲啉互伊爽快。谁啊？啊，敢通过啉袂？再过啉袂哦，若搁袂记你去巡逻，啊若去哦，迄个闪电牛牛知影就惨。你真正无头神诶！安怎啦？迄闪电妞妞因翁即摆去伫天庭伫甲面会。哦。啊，闪电妞妞带因翁去伫个玉皇大帝啊，介绍伊甲玉皇大帝见面啊，互因两个熟悉啊。即摆拢袂出来外口赖赖说，也袂出来巡逻。咱伫即个善良的所在，做咱看要安怎爽快就甲爽快落去。有你，敢有生咧？你做主我拢唔惊。仙园哦。哦，无怪这风景遐尔水啊，就是神仙专门来的这个花园啊。好好甲佚佗欣赏一下。嘿嘿。呀，敬酒，敬酒。谁了？喂，偷渡客。偶像偷渡客吗？我会唱国歌，我也会唱党歌。党歌，我们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啊！谁呢？我毋是讲你，我讲哦，有非法入侵呢。有影？伫倒位？伫遐。真正有一个非法入侵的妖魔鬼怪，准备作法。修理沙滩，修理玻璃。即摆这条是咧拼兵用的啦。哦，即摆爱做迄风风毒雨的啦。乌云密布。对，安尼好。我乌云密布，风风毒雨。非法入侵者，看我的雷公！阿妈，有人要甲我谋杀，有人要甲我谋杀。谋杀？拄则吼，有人吼放炮，一直放炮，要甲我谋杀啦。天光哪边放炮啦？啊，顶悬，恁两个啦。雷公。谁呢？喂，敢若有人在叫你？对啊，我嘛敢若有小可听到声，毋知对倒来。敢若我那共款迄边哦。雷公。这个查某我敢若面相，毋知倒捌看呢。敢若定看啊，对，敢若闪电亮亮啦。哦，迄个亮亮就是娘娘嘛。对。迄个娘娘就是迄娘的，迄娘就是关。喂，啊你两个坐遐，袂晓落去哦。是。你这个唔知啊？你无听娘娘咧叫你是无？要唔落去？有啦，安尼我派阮好啊落去倒。无咯，咱师傅上大，师傅做代表啦。两个做哪落来？你有听到无？拢落去啦！这行啦。可以啦。啊，你摕这要创啥啦？等下再有机会我算看。较紧的啦，来。好啦。你唔通搁甲我敲？牛囝，这个我拄则吼手脚有去味着，这个红毛这个好，一直敲，好想要甲我病死了。恁两个真正有够过分。逐工安尼啉酒啉甲安尼忙酥酥，你有影是咧草菅人命，互阮人当作是咧放炮。
你成何体统啊？叫两个仙女等啊，陪恁两个啉酒，凡间好花酒，共款来处罚。何况讲你是神仙，你该当何罪？歹势娘娘，阮是啉酒无毋对啦。但是即个错是小错咧。我拄则吼有掠到一个火华入侵的妖魔鬼怪，我雷公山点出着我英勇的武器，甲伊下落去。对，禀报娘娘，完全的无毋对。医生哦，维持遮的治安，伊看到土拄口，三个就讲喂，正确，我欣赏。你讲偷渡客，啊，你讲非法入侵啊？你两个目睭吼点好大蕊吼，伊是啥物人？伊就是娘娘因翁。哪会又搁目睭起圆去讲毋对人？哟，你这看敢若面这个亮亮亮亮，伟大的亮亮，你是大时代的舵手。娘娘，我这是算小错啦。是啦，阮这算讲我的性格差啦。拜托的吼，即件代志毋知会当夫妇的怎啊准煞，莫互厝边头尾知影。上重要的，毋通去互迄个玉皇大帝知影。要若无，阮就稳当无性命。拜托娘娘。对啦，娘娘哦，你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吼，大家重新再来啦吼。多谢娘娘。罢了，我是大仙，大仙呢爱有大量。你甲看迄个凡间管沙，吼，还甲沙影通一大堆，咱天顶嘛是共款。娘娘，我原谅恁一届。哦，娘娘英明。对。但是呢，娘娘我做代志再来呢是赏罚分明，所以呢有错就爱罚。哎呦，嘿，你哦哟，过去徛遐，行啊。你原地不动。牛诶，行，咱来去看风景。好。跟我来。请。家在，滑徛尔啦。对啊。甲滑徛，咱这做生的看要徛偌久，脚嘛袂酸。对啊，我早甲你讲娘娘大量看啦。对啊。滑徛做阵定咧徛，你徛边你徛啥？哎呀，你徛呀！辛苦的啦。凡间嘛是共款，天顶哦嘛是爱安尼啦。有诶，你若转去凡间，身躯边无人照顾你，你家己哦早暗爱注意嘿。还阁有啦，安尼啊话听是听，遐若毋对诶吼，嘛袂我拢听啊。我啦，我知影啦，你讲诶话我是拢会听啦。我是咧心肝咧想讲，我敢会永远莫转去，像我住南遮无睡一间仔厝就好。有诶，你若遮故意啦，我嘛是希望安尼啊。咱讲哦，天顶哦有天顶诶规矩啊，佮再讲你诶阳寿未尽啊，可是哦，你若住咧遮，安尼吼，咱两个哦拢会有玉地处分呢。迄严重哦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哦，你真紧就会当见面啊啦。要无，即摆吼，时辰哦已经差不多啊呢。你要紧哦，互你咱赶紧转去啦，你若无是影响到伊的阳寿哦。对啦对啦，玉帝吼，伊就讲哦，一年都会当见一改面嘛，对无？还阁等一年哦。真紧啦，真紧啦！雷公，听到娘娘伫咧叫，害阮无闲通放尿，是要创啥事哦？啊。阮娘娘啦，叫你创啥，你就爱创啥。代志真简单，互送我的圣公转去人间。即摆煞将咱当作药材伫咧摕摕啊，摕来啊摕去的。就是毋敢若袂输北投的桥头摆限时转送。什么像北投迄桥头摆？北投袂输敢若计程车司机专门咧负责接送啦。就是咩？哦，恁两个实在有够利落呢。阮娘娘来命令你做啥就做啥，紧。好咩好咩？送就送嘛。话遮济。恁两个看，还阁有啥物话吼？要三时的，赶紧讲讲的，无我就要送你转来凡间啊。对对对。好啦，咱两位大哥啊，足歹势，就爱阁麻烦你甲我送啦。无要紧啦，无转去都袂用的，无我做想要住南遮了。袂用你啦，人这仙甲凡间的人吼，有别，所以你连去住来遮吼。麻烦恁啦。好啦。
为啥？哎，准备送伊起程哦。是，麻烦您了，来啦，来，好起程哦。好来。